特别阮的上帝，伫母亲节即个一天，我的心情有真奇怪，欢喜忧伤。有的妈妈真古锥，但是有的妈妈真无古锥。有的阮的妈妈已经离开我，去天父遐。但是阮知影，特别你上帝，你会听，永远伫咧。你会听，会亲自来安慰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帮助阮，透过你的话，成做阮心中上大的愿望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神学家加里文安尼讲：为了弥补因为懒惰与无知而带来的人性的弱点，上帝赐予我们教会，来成为建造信徒的母亲。意思是安尼讲，教会亲像迄个怀孕生囝喂养佮关怀、引带咱的母亲、妈妈共款。当咱真侪基督徒迄天开始，咱就无法度离开教会，亲像鱼共款，无法度离开水共款。教会毋是仅仔是咱的属灵的家庭，如果嘛无教会，咱好亲像无家庭的孤儿，我们势必误入歧途。随波逐流，受这个世界无敌的引诱，所以伫咱生命成长的过程的中间，上重要是来自家庭的支持。信仰的成长嘛是同款的道理，需要教会伫后壁面才能支持。伫17年前，就是差不多33岁时阵，上帝用奇妙的方式，带阮一个伙对拜拜的宗教入来教会，回想起初入来教会，感受教会内兄弟姊妹彼此相挺，真相恋。毋过长时间渐渐久来，发生一个互人人心倒退的代志。直到侪人对上帝教会信心开始动摇，教会内兄弟姊妹常常会伫私底下互相讲来讲去。甚至互相指责，毋若是信徒彼此之间有纷争，牧者异象，甲信徒所想的方向嘛无一定同款。直到侪上帝教会内面产生更大的冲突，即款的代志会发生，是我起初足单纯的心理来教会，怎样拢想袂到，是安怎一个讲一直强调讲。听的信仰团体会发生即款的代志，互我非常法度无明。即款想袂到的代志，共款发生伫2000多年前耶稣门徒的身上。耶稣这位老师真正是厉害，伊会晓医病、赶鬼，互死人复活，无啥物是伊做袂到的。这个门徒确实。耶稣就是因期待久久要来拯救恁的救主基督，所以这个门徒伫耶稣的身边，接受耶稣的指导，找见彼此同工。侪圣经的技术嘛，对因的身躯来发生，对外表看起来，因实在是一群大有信心、好相挺合一的信仰团体。但是，就是耶稣甲门徒做伙食饭的迄年，耶稣3个动作，就互门徒内心产生更大的犹豫甲不安。第一，耶稣对门徒讲：“细囝，我甲恁做伙存无偌久啦。”细囝是耶稣对门徒真亲密的称呼，耶稣真正是疼这个门徒。咱对四福音书知影，门徒已经跟对老师几啊年，但是这个门徒心内一时拍死。当老师最旺的时，是啥物人要坐伫正面，啥物人要坐伫倒面。但因一点仔好处拢还袂摕到，老师哪会讲伊要离开？这个门徒无法度了解耶稣接续所要面对一个道路的时已经近啦。叫阿搁你为家己
己拍算。第二，当阮都欢喜准备甲老师食暗顿时，耶稣突然间入去桌顶，将外衫脱掉，摕一条棍仔下伫腰里，然后将水倒伫水盘，炸阮都一个一个洗骹。这个忽然间是拢受拢无的行为，互阮都真惊吓。因为平常时就是阮都彼此万不互相洗骹，何况是老师。伫迄个时代，只有是学生甲老师洗骹，奴隶甲主人洗骹。老师很拍的，替因洗骹这个动作，互阮都感觉真见笑。耶稣放下老师的地位甲尊严，以落魄的身份甲阮都做模样。爱因学习谦卑，彼此相挺，委身服侍。但是这个洗骹的动作，却互阮都感觉真惊吓，很不自在。因为久久以来，阮都知影，伫因中间有一寡无好势所在。因爱比较，三生一乖位，爱因学习老师互相洗骹，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也是要洗骹，嘛是别人查洗。老师替因洗骹的动作，互因造成因内心真大的冲突。最后，当因开始要食饭的时，耶稣的面相真忧伤，就对阮都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中间有一个人要怎啊出卖。这时的阮都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毋知老师所讲的人是谁。阮都针对耶稣这段时间彼此的猜疑、怨妒、对立、三平情势愈来愈明显。到底老师所讲的人是谁？大家内心拢又是别人。每一个人拢伫找家己目睭的刺，却无看到家己目睭内的插箍。耶稣真清楚，阮都因的心内里是有啥物。因无愿意互相洗骹，是因为因无法度接纳彼此的过失。咱知影骹是垃圾的所在，代表咱人的罪。互相洗骹就表示咱爱互相来接纳彼此的罪甲缺点。耶稣知影因无法度互相尊重，是因为因彼此抢要坐大位，看家己比别人较强、较重要。耶稣知影因无法度彼此原谅，当耶稣对因讲有人要出卖伊的时，因就想要紧紧拿审判官共款，将迄个人掠出来，毋是想要如何去挽回失迷的兄弟，却是将责任推啊真清气，想讲毋是我就好。约翰福音书13章第1节安尼讲。耶稣知伊离开这个世间，搁去爬行的时已经到啊。伊已经有听这个世间属于家己的人，就听因到底。耶稣听在问道，听因到底。耶稣知已经无时间解说清楚，也无法度将问道安尼放喺无管对，就直接命令因，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嘛着三听，恁也三听。竟然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，我是主，也是老师。若在恁洗骹，恁嘛着互相洗骹。我有留模样互恁，是要互恁通照我对恁所做的去做。这时的耶稣是用非常沉重的心情，真做听伫内面讲出这段话。但是这时的门徒，因的信心已经受到世界影响，所看重的是家己，所想的是家己通得到啥物好处。因无搁注目伫耶稣的身上，失去起初受呼召，愿意跟随耶稣的信心。搁看到耶稣迄通洗骹，种种不合理的代志，因对耶稣的信心开始动摇，对家己的未来嘛失去信心。就这个时阵，耶稣对因讲一个重要的命令，咱做伙读一遍好无？来，咱的手部，咱的标题圣经站，圣经站吼，来，请。我有新的
对是我的后生。耶稣这个救恩绝对是温柔做会到，因为耶稣袂将咱单单袂去担放伫咱的身上。耶稣相信伊所竞选，我愿意分对伊的温柔，无管是耶稣一直以来的教导也好，认定也好，绝对袂超过温柔有法度负担的。对于现代来讲，学生伫学堂的校规、守时间的规定，还是每一天倒去厝的功课，有啥个命令，大家老师相信学生一定做会到。毋过是看伊是毋是有信心，愿意照安尼去做。耶稣的命令嘛是同款，温柔的软弱，耶稣拢知影。但耶稣爱因彼此三条命令，嘛是相信温柔一定做会到。若是温柔做袂到，做老师的耶稣，毋是就感觉真见笑吗？只要温柔愿意放下想要做正面还是倒面的想法，只要温柔愿意接纳别人的过失，因为无人是完全的。只要温柔愿意放下论断别人的骄傲，其实耶稣的命令一点仔拢无困难。耶稣对咱有信心，咱嘛爱对家己有信心。各位敬听兄姐，跟咱伫礼拜中常常咧共读耶稣所颁布一条新的诫命的时，我毋知影恁较来感受是如何。彼此相听，咱亲像早时分对耶稣的温柔共款。伫台湾千万人的中间，咱受竞选，无管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还是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，上帝听互咱做伙伫教会中来生活，伫圣神的引带保守看顾的下面，互咱渐渐长大，互咱有智慧。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咱每一个人拢是互相是肢体。因为阮事无共款，甲咱愿意服侍的心志无共。有人特别受呼召担任长老、执事、团契会长、会长。无管你是平信徒，无管你是倒一个职分，咱当中爱是做伙彼此相听。我们要分工合作，我们要共同完成任务。咱的开恩要互咱的主耶稣基督较着。但是伫教会内生活，咱兄弟姊妹彼此之间难免有意见差异的时阵，发生纠纷的时阵，肢体之间却无法度做到彼此相听的良善行为。咱无法度做到彼此相听原因，是因为咱常常看别人。看家己比别人较强，咱爱三尖做大，分党结派。好像就逐项事无我袂使，即个团契无我袂使，即个职位无我袂使。但是耶稣讲，恁中间爱做头的，恁就做恁的萝卜。亲像人主来，毋是要找用人，是要互人找用，贡献伊的性命来社会做做。咱无法度做到彼此相听的原因，是因为咱无法度接纳彼此的过失。兄弟姊妹之间，咱若无愿意互相洗脚，阁想要用垃圾的水泼伫别人的身上，甚至将盐压伫别人伤痕的边缘。但是耶稣却做咱的模样，伊愿意为咱摒空家己。主奴仆的身份，以自愿谦卑顺服到死，甚至为咱定义是价值。咱无法度做到彼此相听的原因，是因为咱拢爱真做判官，但是咱兄弟姊妹会做。对于失落的羊，咱放下无要管，互伊边缘化，自生自灭。但耶稣为了拍无见一只羊，
前次安迪99只鱼去超市去食10个鱼，各位变成教会兄弟，彼此相听。久久以来，伫教会好亲像一个口号，有人你开玩笑安尼讲，莫讲彼此相听，无彼此相拼袂歹。我搁讲一遍，伫教会莫讲要彼此相听。伫教会内底也无彼此相拼，就袂歹啊！彼此相拼变成伫教会，真正一个天方夜谭的代志。大家当做一个规定教条来背诵，视而不见。其实咱无法度做到彼此相拼，毋是因为咱做袂到，是因为咱失去起初对主耶稣单纯的信心，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。当咱跟对耶稣久久信心的开力，互咱有智慧来教导，也完成侪侪的事工，甚至互咱的生命得到极大的改变，侪侪生命的奇事来发生。咱的病得到医治，咱的生命重新摕到方向，咱的工作上、家庭、婚姻得到主丰盛的祝福。直到咱看家己哪来哪做，看主耶稣哪来哪少。传道搁讲一遍，咱无法度彼此相听，是因为咱失去起初对主耶稣单纯的信心。当咱对耶稣久久信心的开力，互咱有智慧，伫教会、社会完成侪侪的事工成就，咱得到真侪的成就甲地位。咱看家己哪来哪做，看咱的主耶稣哪来哪少。咱爱三钱快位，咱无愿意彼此相卡、违心服侍，咱无愿意互相宽容。直到教会内底，种种无适当的代志一直直发生。其实要彼此相听真简单。只要咱愿意回转，亲像囡仔的单纯，咱等下儿童主日学会献诗，咱就知影什么是叫做因爱单纯。多多以单纯的心来亲近咱的主耶稣，信靠伊，咱就要有信心。因为耶稣对咱有信心，咱嘛就对咱身躯边兄弟姊妹有信心。咱互相看一步。咱对咱身躯边兄弟姊妹要有信心嘛。今年的母亲节的前，今日母亲节顶个礼拜，上帝送互咱教会一个真大的礼物，你敢知？毋是以前传道同会博士。也毋是咱继承教会，咱后个月就是释教70周年，毋是。上大的礼物是上帝送互咱对主的信心，咱继承教会对主耶稣的信心。这个信心是一点一点伫咧建成教会积沙成塔。这2年来，咱透过侪侪事工、事件，咱彼此相听，归心服侍。这个中间虽然有冲突、有伤心、有流目屎的时阵，但是却互咱学习到信心的功课。日顶礼拜，咱参与泰雅尔总会元尊教会因钢琴的募款。元尊教会传道有讲，因的教会的经常一个月剩1万外箍。伫第一堂伊敢无讲，他在第二堂有讲。我要传道甲因的长老去分享，传道就知因的长老讲，我的社会才较慢，互我袂要紧。但是因的长老讲，而且2年外，因的传道来到因的教会2年外，对因真大的助手，陪伴因有真大的成长。因的元春教会20几年来，搁较无法度，因对传教这的社会，
袂使去。很多人食感动，我嘛食感动，有遮好张罗。虽然伊无有真大的欠缺，因共还为了一边的募款，因竞争基督真久的时间啊。因相信上帝一定会对伊开路，但是伊就毋知影对着会开路。咱最后来看咱今日奉献的证明好无？咱的后壁13805，这个数字毋是乐透彩的数字。来看咱对我奉献13805，这是上帝互咱人民教会信心的记号，是欢喜，也是流目屎的记号。谢传道的师母，你食饭的来讲，你足想要哭，伊的心情我有法度体会。倒是传到遮，看一间教会安尼，心内一定非常的艰苦。但是伊知影，咱建成教会有遮尔疼，因真正是真欢喜。伫第一堂的时阵，结束了，按照传伊去隔壁莱尔富喝饮料等伊转来的时阵，哇，会长吼咧问咱冲出去吼，甲因讲吼，今日就奉献偌济时阵，因就是惊一跳啊。谢传道，你若我联络的过去中间，一定来讲一节哥，不要有压力，就叫我不要有压力因为知影我心里想要知因欠缺的效法和补足13805，也是咱教会这2年多来彼此相挺的记号，也是上帝加倍祝福原尊教会的记号。因为信心，这个信心对倒来，因为咱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，互咱这2间教会做伙打一场属灵的征战。阿门。阿门。这是魔鬼上无爱看到的画面啊！咱要怎样的荣耀归乎咱的上帝？教会是咱的母亲，伊所承受的超过咱所想的到的。伫这边的过程中间，毋是个延春教会加倍祝福。咱有一个兄弟一个姐妹，伊嘛有感动，从伊台中一间搁一个有会钢琴，送互另外一个台中的教会。教会咱母亲共款，伫信心引出的时阵，咱照来回应。回应这个母亲里咱对咱的疼，咱来回应伊。但都邀请咱所有的人，咱来用信心来回应上帝对咱生命中的疼。咱爱做伙尽心尽性尽力献心，献咱的心，献咱的魂，同心祈求咱建成教会，成做荣耀上帝的教会。互咱家己成做荣耀的器皿，咱就要有信心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。伫这特别的日子，阮建成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，感受上帝你对阮真正是疼。你的疼超过阮所想的到，阮在座有的兄弟姊妹，因失去妈妈，还是因的生活中有真多困难，万事愈来安慰来临到因，帮助阮每一个人，伫阮生命的中间，阮有信心来跑走，因为阮知，你永远袂放弃阮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